然后红姜菜那个骨那个茎那么粗啦，红姜菜你看培养土也要够多啦，够厚啦，那水也不能太湿，你看起来干干的，可能不是天天浇水。你看那个阳光啦，空气水啦，那肥料啦，你看，哇，你看长得好漂亮啊，好健康啊，你看这个叫红姜菜啦，皇宫菜啦，有大叶的跟小叶的皇宫菜。红姜菜你看，可以把它种得这么好哎，哇，红姜菜幼苗1颗5块钱，然后好好的栽种，可以长得很粗很大哦。你看，哇，这个红姜菜的叶子可以长得这么大叶哦。哎呀，栽种红姜菜的种足些红姜菜，哇，你看，有营泰康有机农业专区，有营的泰康有机农业专区在奇美的东边。奇美东北边那条绿色隧道进来，大概5分钟就到了。